今仔日的经文内面，对11节开始，讲到无相款的积分伫咱教会内面。伫这无共款的积分内面，圣经伫遮讲，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生。听起来对教会来讲，其实不是一个很陌生的分工吼。除了讲伫即马来讲，咱较少咧讲先知，毋过教会伫无共款的世代，嘛是咧替上帝咧传讲上帝话，咱嘛有先知的积分，也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生。我今日要用即段经文，毋是要来甲大家参详讲，做先知应该爱有啥物能力，爱有啥物款的证据吼，还是讲做牧师是要安怎？我是要带大家做伙来思考，甲来看，是安怎伫圣经内面教会内面的分工，需要有遮尔侪款无相款的积分。做使徒的甲做牧师无共款伫啥物所在？咱敢知？我们有问过这个问题吗？做牧师跟做长老哪里不一样？长老不能实习，这样吼，对。传福音的甲做执事的有啥物所在无共款？就咱平常时吼，较学咧想，因为通常咱若是咧讲到教会时阵，其实我想，咱即马的教会拢已经有一个比较一致性的方向去思考吼。咱会当问是安怎一定爱无共款？若是拢共款，敢袂使？就伫教会内面有一款身份，安尼就好啊。其实经文伫遮真清楚讲伊的目的啦。伊的目的毋是要讲啥物款的积分无共款，伫啥物所在？伊是咧提醒教会，咱无共款是有一个目的，是啥物款的目的？伫经文遮来讲，是为着要互圣道交逼，在中文里面是叫成全圣徒吼。但是伫教会，咱有无共款的积分，是要为着互圣道交逼。交逼了后，咱才会当来做找用的工。即个工是啥物？就是基督的身躯啊。对经文来看，顺序是安尼。但是咱真侪时阵，咱拢会先想到咱来紧来做啥物工吼，来传福音的工啊，来服侍社区的工啊。教会嘛有真侪圣工通好做，这也是大部分的教会咧鼓励，透过服侍来起造基督的身躯。基督的身躯起好啊，起造好啊，是啥物款的画面？就是教会啊。下不去，大部分吼，我们在讲，因为保罗定定拢用一个人吼，甲身躯吼有骹有手有目睭有头毛吼，来形容一间教会真做基督的一部分，大概是长这个样子。迄甲咱的感受比较贴近吼，就一个人要做什么事情啊，我如果要赚大钱，我就是全身上下我都要联合在一起吼。大部分咱的想象拢会听到话，就是想到这吼，一个人的样子才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再更内在一点，咱会想到一个人的性命吼。不过，今麦教会通常咧想到起造基督的身躯吼，大概是这样。在咱的圣歌队吼，还有咱的团契聚会的样子吼，比较是团契的图像吼。比较是团契的图像，这两张相片就水的。大家做伙吟诗而乐上帝，做伙团契分享性命，这款的生活，那是会当伫周间来发生，是不是也很美？周间的时阵，咱拢会创啊，咧工课啊，咧教册啊，咧上班啊，但是咱较少会当有。去伫周间咧工作咧生活的时阵，去体会到伫教会团契迄款的性命吼。
实在是真水吼。但是实际上即款的画面吼，伫世界毋是定定有的。妇女伫逐世界，因为无相款的地位，因为无相款的文化，对妇女的看法甲重视的程度嘛是无共款的。较早以前，我从小听讲道，很多牧师都会说，哦，犹太拉比常常会有一种祷告，听到我今麦这部书吼，我偶尔还是会听到一下吼。有一阵时间，犹太人的拉比吼，因透早起来拢会祈祷吼，因会对上帝祈祷吼，有一句话因拢会感谢上帝说，哇，我感谢上帝，你无甲我创造成做外邦人、奴隶，阁有查某人。还好你不是把我创造成像外邦人、像奴隶或是像女人那样的人，我就可以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很骄傲。我男人，我骄傲，这样；我犹太，我拉比，我骄傲。哦，就有那种内在的一种自信吼。咱今麦听起来吼，感觉好笑吼，但是实际上这款的祈祷甲恶露吼，实在是还蛮悲伤的，因为伊的祈祷内面潜藏着伊看别人的地位比家己更较安怎，更较低的观念，伫伊的习惯，甲伊的待人处事内面。刚才即摆应该比较少人会这样子去想了吧？至少在台湾，我们会认为这是不应该存在的啊。像柯市长随便讲了一下。女人要化妆才可以上街，不然会吓死人。后来想讲，我从小到大都只有用一块肥皂从头洗到脚，我也没有化妆啊。但我走出来，我有吓死人吗？我想一想，实在是很过分吼。如果世界无这款看别人诶，不管是性别或工作或身份，比家己的地位更较低观念，那安尼咱应该。袂真困难去想象，基督的身躯，不管是伫教会还是伫社会起做了后，是虾米款的情形？至少不会都只有男性吧？对啊，我们的圣歌队很美啊。虽然牧师每个礼拜都在呼吁我们的男性会友哈，哎，加入圣歌队，加入圣歌队哈，让我们的服事哈有更多的丰富性这样子哈。不过我要跟大家分享哈，伫迄外国的杂志哈，他做了一个，太快了，等一下，他做了一个 P 图哈，伊就是家己全世界，一寡决定各国咧决定重要民生的场所哈，比如是国会、议会哈，他把所有的男性哈修图拿掉之后，来看看那个画面的比例。这张是，对，我的图是不是跑太快？哦，不会。这张是这个人是什么人？想生互恁看无？这是英国的那个啦，英国，她是那个女王。伊49位的那个官员吼在一起吼，甲遐个男性摕掉了这张相片，敢剩3个女性。这是艾玛华森吼，应该是吧？他好像是去发表一个不知道什么关于女性的一个演说吼。伊49位的人，查某人哪拢摕了，敢剩伊一个人，伫遐来代表女性吼，来发表伊的声音。这个是英国，他们上下议会的开会的样子吼。面顶迄张，下骹这张是甲所有的男性摕掉了，女性伫画面内面敢若安尼尔。虽然这个有一点灯光有一点那个，但是你们应该还是可以多少看得出那个悬殊吧。好，来德国梅克尔，伊甲伊的团队摕掉了，敢剩伊一个人。这个。史密斯夫妇的影星，好，介做伙拍宣传照的吼，摕掉了，敢若伊一个女性。上尾这张是美国奥巴马的时代，伊的阁揆内面敢若一位女性。
决定这个世界，甲维持这个世界的和谐，是只有男性可以做的事吗？这是徛伫咱这个时阵咧想，毋过伫过去的人类的时代，男性甲女性有真好甲真水，很平衡的分工。迄当阵也无遮尼啊去意识到讲哦，原来这样子是对待另外一个性别，或是凸显一种地位上的不平等吼。毋过咱透过就算讲是即摆的世界来看吼，伫咧决定各国重要民生的场域内面，女性参与决策确实真少。伫咱长老教会，教会的文化伫台湾来讲，咱长老教会有小可较好一丝丝啊。我们还算蛮早，有女性牧者可以封牧，至少在台湾来说，咱嘛鼓励真多参与伫中职选举甲训练内面嘛，真鼓励妇女来参与吼，来关心，来分担性工安尼。所以伫教会有真多积分，但是伫咱台湾的传统内面，咱真少去思考是安怎所有的代志。需要无相款的代表，伫教会内面有无相款的性别，有无相款的经验，无一定是性别无共款，可能年岁啥物有侪无共款。咱就亲像保罗甲以弗所教会咧讲的，上帝起造伫即个世界咧起造伊的身躯，是透过侪无共款的积分，为着要来完成上帝对这个世界的听计划，还有伊的救赎。这件代志是需要所有的人做回来。但是我们在教会的学习，我们会知道说，亲像伫经文内底安尼讲吼，讲咱要来做初用的工，起造基督的身躯，一直到正人的信。以及捌上帝的囝来合一，一直到咱就毋知要等到什么时阵，咱永远就看的人，咱所做的工，咱所处理的代志，若是永远拢干那看家己，咱就无法度照圣经所提出，直到咱正人，所有的人。毋是分你我，你是你的地位、社会地位好，你的能力好，你是什么款的性别，你是做什么样的事情？伫上帝旨意内面是直到咱正人的信，搁爱捌上帝囝来得到合一。但是咱教会敢有往这个方向来努力来跑走？若是咱忽略伫性别。在世界上，就算在外表上、生理性别上，一个最简单的区分，如果我们都没有去在意、去认识，那我们如何只等到众人在耶稣基督里成为那个合一？是有困难的，是有困难。所以，咱的拼图好像永远少了很多片，不只是对妇女这一块。还有像其他一些你跟我，还有更多不了解的那些生命。而那伫台湾，咱的妇女受重视是开始伫什么时阵呢？这是我家己的观察啦。我感觉对信用来讲，差不多是在西式教育的时候。之前我咧看一些文献啦，就。在差不多明清时代，但是它当然不是在中国的时候，不是只有明清时代，可能还有在更早之前，差不多在宋朝的时候，迄当阵对妇女的形象吼，他们就很喜欢那个金寸三连。你们知影？就是女性要裹小脚，伊迄裹小脚是对你出生的时阵，就爱把你的迄脚趾头都爱挽起来用一种布裹缠它，然后到了一段时间之后，把它再把它用更紧，然后这个部分也有影响到台湾一些的文化吼。但是我今日不是要去探讨金寸三连这样子，我是要讲伫
马偕博士来到伫台湾的时阵，迄当阵伫淡水迄间女学院、女子学院吼，伊甲迄当阵的家庭甲爸母讲吼，阮愿意来分享阮的财物甲知识吼，毋过恁要有一个条件吼，爱送恁的查某囝来伫遮受教育，毋过恁袂当个甲因裹小脚。对迄当阵，我觉得在身体上，这个是我片面来说，在信仰上，透过西方教育，女性在台湾的一个处境，在肉体上得到第一次的解脱。但是如果以台湾文化来讲，对台湾的文化来讲，对台湾的法律来讲，伊是开始一个命案。大概差不多是在30几年前，30几年前更早之前吼，差不多在1970几年吼，在法律上来说，台湾社会、台湾的社会有一个命案吼，就是这个邓如雯吼，伊探暗时的时阵，甲因老公安怎杀死，可能咱的时代无啥共款。这个邓如雯杀夫案吼，伊的故事真悲惨。年轻人，你们上网其实是可以看到他的故事的。伊自细汉国三的时阵，伊的老母去互隔壁迄有钱人吼，就那个商人吼，就不断的强暴他。然后到他母亲住院的时候，吼，这个对他母亲做这样事情的人，就在他国三的时候就开始强暴他。伫迄当阵吼，伊国三的时阵就怀孕，所以伫迄当阵的台湾的观念里面吼，认为你既然从这个男人怀孕了，你就应该要怎么样？你要跟他结婚，所以伊迄当阵就安尼，在社会风气的情形下吼，就甲即个人结婚，搁生囝。毋过即个查某人对邓如雯吼，甲伊厝内人足无尊重的，啉酒倒来想要拍就拍，结果想要对伊黑白来就黑白来。若是伊无听话吼，伊若走转去娘家吼，伊就去娘家吼，搁甲拍。搁甲掀他们家的东西，有一摆吼，邓如雯啥物事，迄当阵都很忍气吞声，因为迄当阵的算讲四周围厝边邻居啊，也是讲警察啦，都是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就安尼啊。到后来是有一摆过年的时阵，因翁搁咧起酒欢，所以搁伫遐咧起笑来拍人，结果伊就走转去娘家了，一个跟追着他回去之后，打了他爸爸，打了他的岳父，然后邓如雯那时候很生气，但是本来都还是照一贯往常都吞下去，但是发现这个先生这个禽兽居然想要对他妹妹，想要侵犯他妹妹，所以他真的是受不了，在一个晚上的时候，趁他先生睡觉的时候就把他杀了，所以这个件事就被起诉。迄当阵台湾的社会开始咧反省咧思考，是安怎咱在台湾发生这款的代志，所以去追根究底，讲邓如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迄当阵有一寡妇女的民间的团体吼，都有医疗的团队吼的。感觉讲安尼是，这个不是只是纯粹为杀而杀，这个是有原因的。所以伫迄当阵，对法律来讲，吼，迄当阵的台湾社会开始重视妇女的安怎的管理，嘿，佮有因伫台湾这款文化的压迫内面，因所遭受到的对待，吼，其实是足无简单的。台湾家暴法从这件事开始油然而生。开始有家暴法，然后这30几年来，这30几人来，对妇女受到伫法律，佮有其他的管理顶面，侪种的无平等，开始伫遐拍拼甲努力，这是属于咱台湾的故事。对圣经来看，保罗对以弗所的地区，伊相信上帝所讲的，对于这个地区以弗所地区，相信上帝的人来讲。
伊对因讲，教会招庇了后，所要做工是甲上帝听有关系的圣工。教会应该要做的是甲上帝听有关系的圣工。这对以弗所书第2章到后壁来讲，咱拢会当看到。这个听应该嘛是爱当分享给世界。咱团契伫教会内面三亲三和，嘛是期待当互这个社会去看到，佮会当去欣赏的。所以耶稣伫遮真做无共款的人，伫透过以弗所书是透过犹太人甲外邦人即款外在身份的无共款，来显明基督怎样将两边真做一个，伊做人伫关系中的和平。耶稣家己就是和平伫人的中间。若是安尼，咱人会当安怎做？伫咱的教会，伫咱的生活内面，咱会当安怎做？会不会很不容易？我感觉用讲的虽然感觉无简单，毋过做起来其实无遮困难。我伫遮是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电影的故事。这个很多人应该是有看过是我和我的冠军女儿伊是咧拍一部印度的电影伊是真人真事改编出来这个故事简单来讲，就是这个爸爸是一个就是爱摔跤的人，以前伊个是国家队的选手，后来伊为着生活就退出摔跤界。伊本来是寄望讲伊若会当生后生，会当来继承他的热情，但是伊无拍算连生了4个女儿，互伊无法度完全完成伊的心愿。有一摆伊看到因查某囝甲迄学校的同学伫遐咧打架突然间伊就感觉讲我的查某囝太有天分了，会当完成我的心愿所以伊就甲伊的念头放伫迄大汉查某囝甲第2个查某囝的身上，所以这个爸爸就开始训练这2个查某囝。一开始另外这2个查某囝伫印度的文化内面查某人也是查某囝因差不多到14岁，就爱安怎？就爱出嫁啊！大个人拢是就是按部就班，照着社会、照着国家给他们的人生去走。结果无拍算讲，这个爸爸的心愿想要完成，所以就把他们2个女儿这个是只有台湾话才会讲，他就说就把女儿当儿子训练。但我认为这句话是台湾人才会这样讲。人家在国外就是他就是要训练他的女儿，就像 Kobe Bryant 他的老3吧，很多人都会跟 Kobe 说：“哎呀，你应该生个儿子来继承你伟大的篮球事业。”结果他就跟他的女儿很霸气的说：“这不用男生来做，这不用儿子来做，我女儿就可以做到。这我女儿就可以做到，她不需要是儿子她不需要是儿子。”结果这2个查某囝他们很抱怨爸爸的独裁，因为就像我不能说像当兵，因为这个你看我们连这个语汇都是很男性经验我们就是连被生命的操练锻炼，好像只有在男性的身上才会有。那我们如何去找到去找到咱台湾属地女性的成长跟操练呢？然后我就先继续把故事这样讲因为我重点要放在后面。因就怨叹因老爸对因的训练，互因伫学校感觉就更小，因为大家拢笑因讲恁都不像一般印度女孩子恁就安尼敢若像查甫人安尼。结果他们小男生就会跑到旁边就跟他们说：“哇，你们在训练，我们跟你一起跑这样子，看谁跑比较快底下男生跟女生的不好意思，要再上去，对。他们有一些性别上的竞争不过有一摆因去偷偷去参加因迄14岁同学的婚礼，他们就一直在跟他同学抱怨说他们多惨。结果这个要出嫁要出给这个14岁这个同学伊面就吵，因为伊甲因讲，伊就对这2个人就生气，讲恁伫咧怨叹恁老爸，不过恁敢有看到我的人生？我感觉我的人生伫14岁，就爱去嫁予一个我将来毋捌看见，种年岁足大的新郎。
他们是有钱就可以买年轻的女孩吼来结婚吼，来传宗接代吼。啊，伊讲伫印度吼，这几个路线，伊感觉好像被这个文化吼的理解，好像是我是家人的麻烦，爱14岁就紧紧甲处理掉啊吼。突然间，这两个查某囝吼，或许他们还不是那么明白什么叫人生。不过可能伫因的同学婚礼上，因第一摆知影讲，这个是我的诠释啦。如果你的人生不想要就这样被国家、被文化决定的话，或许你老爹帮你安排这条当摔跤选手的路，也不失为一个选择。这是我的诠释，但我不知道对其他的人来讲是什么。这就在影片里面，他们两个就重新改变了学习的态度吼，就愿意真骨力吼，为了伊有可能卖14岁就安尼嫁出去，还佫唔知对方是生做是婴仔变的吼。我伫这个老爸身上，我看到一个实践者的样子。我相信伊应该不是基督教的信徒啦，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个传道者，传什么道？传他的信念的一个道。当伊带着伊的查某囝咧做一件代志，甚至不是文化，因为印度文化对他们的要求的时候，我想伊需要真大、真强大的相信，要很有强大的信念，因为影片是比较美化，但是我相信伊实际上拄到的唔敢若是安尼。当伊要做一个甲文化无共款的代志的时阵，伊四周围的人拢甲伊质疑，包括伊的太太。伊讲真正要爱互查某囝安尼来做嘛？伊拢有真坚定的话来讲，譬如讲，人甲伊讲啊，你的查某囝无法度拍压查甫人啦。但是伊就真坚定的讲，无论是查某囡仔摕着，还是查某囡仔摕着。若是摕到金牌，就是金牌啦。好，这个是编剧的美化，但我认为讲得很强有力。当一个人要面对文化的时阵，其实是真无简单的代志。甚至当伊的查某囝伫上尾要决赛的时阵，面对内心的惊吓，这个老爸对伊讲：“你若是明仔载赢，你爱会记得，唔干是你家己摕到胜利。”有几百万亲像这个查某囡仔，甲你做伙得到胜利，就是这个查某囡仔，就是所有认为不如男孩的女孩们，还有那些被迫做繁琐家务的女孩们，还有那些被嫁出去生儿育女的女孩们。你明天你不是只是跟一个澳洲选手比赛，还是跟那些轻视女子的人比赛？我认为这个老爸咧做的代志，真正就亲像一个传道人，伊是真伊所相信的，不是因为伊唔惊印度的文化，甲遮会去踢笑伊的人，是因为伊看见生命会当完成的代志，佮会当带来改变的机会。伊看见更较远的代志，这是信用，有信用的人会当做的代志。所以，家己查某囝讲，恁咧做的，恁继续咧做的，一直到上尾恁咧做的，恁已经毋是咧做一个人的代志，是教关于性别弱势的代志，是教所有伫印度生存，在文化要求上生存的这些女性的事。恁咧做的代志，是所有的人的代志。台湾的教会，咱会当做什么代志咧？咱的性别的意识觉醒，伫这30几年来，伫亚洲，我们是首屈一指的，对不对？我台湾我骄傲。其实还有在比例上，我们大概差不多46%啦，在政府机关的任职上面，比例上大约46%左右。这个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了，我们已经做到了。其实这个是从制度面来开始，
但是上重要的是，咱对神来，我们从心里面要打从看见上帝的创造，那个创造出跟你现在的你不一样的性别、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他人，那是态度的事情。这是咱伫教会受到上帝话来提醒，咱会当学习的，咱的性命会当学习。当我们要这样子做的时候，不是说你都没有你自己的权利，其实决定是我们在做的。台湾的教会，咱会当做的代志是，咱其实会通决定什么人来做主，是要让世界甲文化来做咱的头，还是要让上帝伊的旨意，耶稣对世间人的听，让这款的旨意来成做咱生命的主。伫咱的团契、教会、家庭、人际关系、工作的场所吼，其实咱拢会当，互上帝、互耶稣成做咱甲人的和平。咱来思考的是，你甲我，阁有身躯边的人，咱无共款，平平拢伫台湾生活，无共款的个性，无共款的性别，无共款的人生的经历，甚至咱无相款的管理的时阵，咱敢有愿意伫主内面有即款的眼光，愿意甲人和好，三角来徛起。一开始我有讲到一个犹太拉比的祈祷，唔知你还阁会记哩无？我们常常会笑犹太拉比，然后会犹太人的文化，但是我其实在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章，最后。犹太拉比经过在他们的体系里面，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5年，特别是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之后，因改变去思考女性伫因的团体、伫因的民族内面所扮演的角色，其实重新去思考因的劳动，还有他们的身份跟地位。在1902年到1944年，这个第一位女性拉比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地位之后，同样在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被抓进去集中营，但是她同样在集中营扮演好她作为拉比的角色，她迎接每一个来到集中营的人，安慰他们，给他们心灵上的安慰，鼓励他们要不断的要有盼望，叫他们不要这么快的就在集中营里放弃自己的生命。到最后，她42岁那一年，她被处以死刑。刚才对结果来看，她的生命告了一段落，但是对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来讲，他所做的代志不受限在他的性别，不受限在他的宗教团体，不受限在他的族群的文化传统里面，这是因的改变。我唔茫讲透过今仔日的分享，会当互咱基督教会，咱嘛有一款无共款的思考，咱要安怎伫咱的教会来去重视妇女的角色甲地位，要去安怎去重视妇女以外其他，也阁有一撮咱无熟悉的性命，因伫这个世界嘛是共款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愿上帝也允许咱伫妇女主日的这个礼拜内面，咱的性命受到提醒，也平平伫上帝疼痛内面，咱会当来起做彼此。咱三个来祈祷。